经理死头路，啊无究竟是安怎？妈咪啊，你莫问啦，你老认真讲我是你的宝贝查某囝，你就莫问原因啦。为着哦，我讨厌伊啦，我恨不得你莫上顶我面头前消息。你做嘢啊，愈看愈可怨，我可袂讲甲你苦骂混死。唐总诶，下官知。你究竟是做唔着什么代志？啊，互阿勇气甲安尼，叫我一定都爱甲你死头路。这个那……什么？这个那个查甫囝讲啊，你咪咪臭臭袂输，敢若小家人啊咧！你若唔敢讲，我讲。哎，拜托你莫讲啦，这若偏偏出去，我甲你讲，我后当事长甲我死头路。哈，死头路是咧惊啥？我听你，我哪都死掉。你甲我无共款，你算个竞赛驸马爷，我只不过是总经理尔，我算个外人啊。当事长若一句话叫我吼苦到倒去食家己，我就家己转去。你驸马爷哪有可能？你讲的嘛唔对咧，哦，你知影讲你这空歹通对唔对？啊，你知影危险，你就要跳走，啊，就要放马倒遮无无收。你做人啊，做啊对呢？哈，你唔是讲你我会靠山？啊，我这座山拢放啊，袂当互你靠啊！我敢是吕伯君讲安尼话斩就斩入，伫恁的目睭底，我真是有影也无明理是哦。有看到无？看到无？恁这粒山若放咱了，阁有这粒山好靠啦。本来我咧讲，啊，煞唔知吼，恁查某囝吼，就是甲我滑倒迄公园啦，叫我讲捧一罐两倒遐沙啦，捧一头啦，那沙甲熟啦，伊看都袂做你啦，伊又甲教讲即款宝爱教死啦，爱安怎拍，安怎弄，安怎讲，上尾头前爱开起来，拄则来甲转一个，互伊无偏啦。了后佫举菜刀要甲剁的，这时阵恁查某囝拄啊看到，伊毋才讲要甲死头咯。什么呀？唐总诶，你教阮囝婿拍阮查某囝？下官该死，当事长你要甲下官碎尸万段，下官愿意接受。我唔是，嘛，你若要处罚人家，就爱处罚我，还是我的唔对，我迄不应该两人杀袂识。奇怪咧，啊，恁两个到底是咧紧张啥个？我啥物时阵讲要甲恁处罚？我不但是袂甲恁处罚，我还阁要甲你说道谢。当事长。你要拍，还是要骂拢无要紧。当事长，你莫往安尼甲我算的。哎哟，我是伫遐甲你讲实在的呢。我这个查某囝都是伤过天生，伊才娇生惯养。所以讲吼，你安尼教阮囝婿，对，爱教，无唔对。我得要来去出场。等我若出场倒转来吼，我会补请你。我有甲花咯，结果看伊的表情，确实你甲你说多谢。当事长，这是讲真的咧。啊，好了，刚才多谢当事长。爸，你看排骨白啊，迄厝够人要买啊？已经做哦。系啊。我看要买已经做哦，足困难的啦。即摆的人哦，大家都嘛去咧都市求发展，但什么人要来咱这庄家所在买厝啦？那安尼咱这几工四界去打红条，啊，搁写这个字，都拢白做的啊。你头有法度啦。咱是厝边，搁兼好朋友呢。你无听人有伫咧讲，见人较早欠人，咱就答应要甲人做，就一定爱甲人做啊。嘿，爸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这排骨白哦，最近哦，自从这个岛会嫁出了后，规人拢变呢，变了真老实，搁真故意，无啥爱讲话哦。这也无怪啦，因爸仔囝三个人相依为命，因将来嘛毋捌离开过啊。啊，即马倒哥哥嫁去台北，因当然嘛会感觉较孤单无伴。搁再讲，倒哥哥这个人真趣味，搁就爱讲生笑的啊。伊无伫哦，像我嘛感觉怪怪呢。阿兄，有一天吼，你甲倒哥哥同款要离开厝的，你看卖，我甲阿爸爸是毋是拢会感觉足孤单无伴的？有理。排骨白啊，你若就专工来啦，你拜托阮写好，阮就摕出去外口打啦。毋是啦，我毋是讲要来看恁厝卖出去无，阮是专工要来甲恁休息的。休息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安尼啦，阮爱话吼，昨梦去一个梦啦，梦去讲吼，阮阿囝倒会按迄山顶摔落来，哎呀，规身躯我转回呢。哎呦，你想讲我毋知发生什么意外未？即系专工讲要来台北甲看一下啦。哎呦，排骨白啊，袂啦，他倒暗是3岁囡仔，伊若发生什么代志，伊会敲电话转来啊。而且哦，这是恁查某囝做的梦，人讲梦吼，甲事实拢会颠倒变啦。其实哦，迄梦我是无看你的心啦，我是看阮阿爸呢规工呢戆神，啊，搁烦恼甲呢饭拢食袂落。我这做查某囝看落嘛是足艰苦，我毋才想讲要带阮爸爸来台北来去找阮哥哥。
啊，毋过大哥伯啊，你叫阮办的这厝的代志都办了袂好势，啊，人也要安怎？哎，无要紧啦，专权互恁老爸处理就好啦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既然你都遮尔信任我吼，我就全权甲你处理啦。迄牵头仔费哦，我才莫甲你摕啦。谢谢啦。寒山笑，滔滔两岸潮。唉，自从阮姆啊出场去了后，我的靠山煞无伫个，加载阮迄阿某还咧困，哦，我才会感觉安尼遮无聊。你足无聊的哈，有真侪工课通好做呢。是，下翁知。我甲你讲，我这两双的吼，2、3年无穿啊。也毋过要好好伫咧，要等调无彩，甲我切互金。啥？我恁人，你叫我切配？班长，袂考虑了。会看面。摕去。是，下翁知。阮妈咪也无伫咧当总啊出场，我才看啥了去做靠山啦。对啦，我知影，我今日拢无靠山，我绝对会互你拍穿兼加肚。知就好，我即摆要出来去，也毋过我穿的这双皮有淡薄仔垃圾，紧来甲我切互穿去。好，我加石头啊一个。今日看啥了你去？要先去搭一骹。这骹大先去。吼，南道路食吼，这骹。打拼的少年家，啊，一夜来一杯。对啦，这破杯反正你是啥物的？伊这个变心的。对，你在创啥？